要么大一家那个客栈，侬客栈有啥物话？行业每年都做侬客栈有啥物话？耶稣，N 左站，阿军丢，带临近的天虹脚本宁波，临近那天微波一种挂火嘛，微波也中。滚火嘛，耶稣左站，就是阿nguyên，那就是个鬼就是阿nguyên酒，就是葡萄酒，阿nguyên酒，带微波也中关火嘛。耶稣左站就是站，就是杯，就是像个小碗一样的。左站安运就是葡萄酒，葡萄我来写成龟字，安运酒带安运酒带微波也中滚火嘛，也是左站安运酒带微波也中滚火嘛。要做酒，像一只风筝，飘落遥远的泰国地，兄弟天涯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要做兄弟在何方？家乡亲人在盼望。啦啦啦啦啦啦。